这礼拜我人就在你对来讲古的故事。这礼拜特别嘉宾就是老椒八卦欢迎八卦。大家好，感谢你来參加。我有老椒阿莫丹的歌，三拜不拉赞歡迎。大家好，了個普基胖下老椒歡迎，歡迎。誒，你冇聲嘅普基胖下。Hello，大家好。OK，咁先，我哋等甲半時嘅真係聽到。誒，我頂日聽到係咧日本老語，等我攞到嘅日本誒古語告訴日本老語，我就是教。對，係抓嘅人。抓人講啊。แล้วOK，แล้วจะตอนไม่มีลองจิกุยแค่นะสั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ันนะขอสั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ันสิงก้องสิงสัมบายปลาจัน歡迎佢哋到啲ไหน係你講你古嘅故事係啥咪？我係估嘅故事啊，是有淡薄 surprise 啦，做乜水？特別無學估下掉，學冷下對啊？下個老椒。無下掉老椒，無看到估，特別會 feel 掉咯。哦，係你講係。OK，我當今啲法國讀冊了，哦，啲法國啊，我人有 spring break，你都法國啊？Bonjour， 喂，有一句呢。แล้วduring หลัง spring break 嘅時咧，我係一個 classmate 也陪到轉去伊個國家，嚟แล้ว佢又叫我 help 伊過夜搞，幫忙過夜搞咯。แล้ว我講OK，特別作古係咪？你講你過節還是係咪？แล้ว遲一隻係咪？แล้ว你嘅車去讀啲外處嚟。啲下邊讀冊係咪本 OK？แล้ว講OK 咯，個節好咯。แล้ว佢第一節去嘅時 OK，伊個處快清氣是講伊個搞到人放曬係咪一家己橋咯？แล้ว四隻搞呢，到處入面。四隻呢成日推到。你搞家己橋啊？冇啦，依家橋。個嘢處個嘢搞。我嗌啦，你搞。แล้ว第二節就去了，我就有淡薄 feel 到，伊洪水有淡薄無好。哦，你感覺？雖然我唔是真正相信，特別唔是真正相信洪水，特別你看到你真正講古，成個伊個係咪？我就講master bedroom 係主人房主人房大房大房，伊個面層頭前就是兩個鏡，大個鏡，然後看我家己裡呢。哦，即係你講伊面層你困掉時，你看戲是兩對鏡，很好。伊個面層頭前就是兩對鏡。未必人來看人整三擺是邊？แล้วก็เดี๋ยว真正刺激。你知啦，人板凳係，你先講板凳嘅嘛，頭前咪係鏡，แล้ว係咪？你知咩事？即係未使係鏡啊，啷知啊？做咩事板凳？啷知講係咪理由是講名稱頭前未使係鏡？定得往時講咧，往細下時往時講，因為你剛剛你成日報名，請你幫住時講你個幾多條情嘅想一人可能。嚇，是我講聽到呢。特別我唔係聽佢講，特別有人有陣時講唔知係咪靈魂啊咪表對嚟，係咪唔知骨頭啦。แล้ว伊個鏡邊就是梅所以就是有攞嚟板凳鏡แล้ว。哦，個卡對梅，成個死人咁樣嘛。
有嚇，แล้วรู้จะไปเขียนเป็นคุณเนาะสิรู้กันนะจากขี้เขียนเป็นแกชีก้าวมันเขาเนี่ย 遲交了成個，因為伊交落輪跳了，球變成啊你係咪變成波係咪個了架落輪架，只排死嘅伊交，แล้ว是講伊交無背啦，伊交無背話，แล้วรู้เป็นขี้คุณน่ะรู้จะจะเขียนเป็นคิวชูไม่แล้วรู้เป็นต่อเป็นคุณน่ะแล้วว่าขี้伊 kitchen 伊เจ้าค่ะ站卡เจ้าค่ะ嚇。佢嘅周卡邊借了讀冊，因為伊嘅周卡係多頂大嘛，แล้วเอง讀冊係咪？แล้ว借咯，แล้ว讀，แล้วว่า是會記我讀了 art history 嘅冊，แล้ว紅險咧伊搞背都知哦，我伊搞背向了周卡背啊，我用卡咧。嚟我就講立圖卡咧，啪，嘅嘢搞掂咗。แล้ว佢เอาถักแชร์ถักอาจิบหัว搞個背戰學鬥一個走。แล้ว弟 continue 成個4個節咧。節無數啊，第4節第個節。一看得到，一看得到咯。一向了走卡背，伊唔是向了我背，特別。你知啊，走卡是成個來接 from living room to kitchen， 你會過一個門嘅嘛？然後成個嘅門就是 mark， 就係你按照講啊，伊 entrance between 走卡嘅伊 living room。แล้วอีกแค่เดียว係你客廳係邊背向了走卡背。แล้วเดี๋ยว邊就係叫你啊，แล้ว佢เอาOK 咯，แล้ว第4節嘅時，一紅險弟背都知哦。แล้ว我 desperate 㗎，我開 art history，因為伊冊真係舊嘛，我嘅 textbook 真係舊，我個讀了 Christianity， 我就開一邊有 Jesus 嘅邊嘅冊。雖然我唔是 Christian， 我是 Buddhist， 特別我講到，我講叫你呢？伊是上點先呢？伊是上點先背哦。唔知啦，我是安尼開了，แล้ว過後伊背規島，走去佚佗，家己佚佗家己食物件，แล้ว伊個走轉來有時坐佇我腳邊啊，แล้ว紅險坐甲小小啊，背前個島係一種嘅。แล้ว我 check 是無 neighbor， 無鄰居，無鄰居行佢無蝦米，特別一直直背。maybe 是食物件，什麼先糖什麼 ，so 我唔敢確認講是蝦米啦。到家整兩三節，我去食 dinner， 甲我係你 friend 叫我過搞嘅，因為咱白白 celebrate， 咱白白慶祝一個 friend 嘅生日。生日。so 生日。我人就成日食物件，แล้ว講話แล้ว紅險我係你朋友，伊講我感覺到我嘅厝有鬼。伊講啊？伊講，我感覺到我嘅厝有鬼，แล้ว講大陸，伊講啲走卡裏邊。แล้ว我係你數，伊講我唔知，特別我 feel 到，แล้ว講。actually 其實我去過瑞搞嘅時，我冇 feel 到，一瑞搞直直背向走卡背，แล้ว一直喺邊阿莫搞啦，伊講 oh my god no way， 係咪直接係咪？แล้ว佢直接叫你哦，แล้ว講下瑞搞直直背，特別我唔敢甲你講，因為我冇證據，還是係咪？但係講起一個話題嘅時，我感覺到笑咯，แล้ว伊甲我講，我嘅 friend 甲我講。你知哦，我坐伫遐邊啊，讀冊呢啊，伊會家己會 blur 嘢喎，แล้ว個家己捏到咩？แล้ว講哇，我這裡我無著過啊，是蝦米？แล้ว講แล้ว個後伊講伊會搬走啊，是蝦米？所以這裡我是 encounter 到安尼物件。你咪倒轉去啊？我本來拍水淡啊，我係倒轉去伊個厝，แล้ว大伊個走卡，甲你講這個故事嘅，然後開你麥講咩聲？我哋聽到嘰嘰咔咔什麼啊？幾對了好？還是你到底？我哋都整用鐵做嘅，
是對是。唔是唔是，你麥頂當下，你是唔是成 headset 數？是你，sorry， headset 嘅麥嘅咧。要開始。你 OK，你收掉，你個有即個普及方法咧，你估部係講就隻鬼個事咩？我歸哪裡咯？嚟講，即是講我中學嗰時發生嘅事哦，差不多是早起10點幾咁款咯。所以我人嘛佇讀車讀一半哦。然後那隻我朋友走一個班甲我講，喂，夾到人鬼起身了。你嘛問咗，你笑無？早起10點幾，你甲講鬼起身啊？對無咯？咱嘛夾步走過去看吼，哇！媽的！驚會順啊吼，你起間做就起間目睭啊，你看無目睭珠，你看到白白呢就。掉白。伊掉白，看到人嘛入去哦。伊講一句物件，我隨時走啊。係咪？伊甲我講，我規班圍了，因為講我係人甲了是。你個唔走啊？叫你嗰條人嘛叫係 rule discipline 嚟嗰條無。叫佢來哦，你上了伊，你來做咩？把我愛車唔是車路，你來做咩？依家先使講啊！依家先使講啊！教你 guru discipline 講啊！依家 guru discipline 講喎，然後咧嘛笑，OK 啦，看戲看過嘛對無？後尾啲canteen嘅隻紅肚嚟，佢 canteen 嘅紅肚。嘅紅肚嘅夾來咯，咱伊手，特別伊手撳甲好硬嗰種。你夾伊手嚇？對嘛？你看戲？我唔知喎，我唔知，夾紅肚夾喺哪裡啊？看學嘛，學咯對無？夾伊手 center 下幾隻哩嘛？當位隻哩嘛？我唔知嚇，所以你夾紅肚夾喺當隻哩嚇。然後伊撳掉。一看白白咁講後面就，你人袂使夾我手，你人袂使夾我手。OK，我無法了，人袂做蝦米嘛對無？然後紅嗰時候伊嘛是一種人講跳彈機啊、落彈嘅叫嘛來咯，然後夾尾每個冚起來咯，不唔知人啲落喺啲內邊冇蝦米，然後但係每一開呢，你看到見學生啦，特別顯講。規身軀寒甲了。哇！這是幾歲？你幾歲？嗰陣時喎。你幾歲還是？還是我17歲咯。就I mean 過大漢門啦，from 5啊。I mean from 5啊。所以人家想到嘛，看到人過入先夾肚去夾伊個手。我唔知，我冇聽過講夾肚嘅手誒。你伊就是伊個脈是。有起動嘅人，所以叫馬來叫嘢。對了，所以 after that 人家知哦，原來伊點發生嗰件事。你會出先生無想講，你講你問幾人嚇有哦？先生想講無相信你哦。冇，先生我家己本一件啊，我特別看到過來，人去看伊定啲內面聽到啊。先生唔見我無想講先生罵人嚇成咗啦。冇，先生唔敢罵伊，我看應該是驚阮啦。然後你聽到時，你捌聽過樣，伊即個然後捌看過伊，還是捌聽過伊講緊咗幾個物件捌咯？唔捌，你捌伊我唔捌聽過伊講 ，because of 伊是好掂嘅人，做伊啲 class 入面，伊無甲人講話好濟就。即你捌伊啦，特別無上班啦，係無上班對。哇！我特別我甲講，我古早學堂哦，或者幾個故事嘅，because 人講古班客家伊哦，是日本啊拍戰嘅是你也甲感到好濟啊。你上去咱們大師有時講。對。你是就古林啊？啥物？你古林。古林不能講學堂喲。OK，等我要聽下你講你等你告訴我，等你燒掉先，我要叫八卦講先嘅。八卦你講你嘅。這是我朋友甲我講嘅。伊人就講古早嘅時，咱啲學堂讀冊是正สุปฏิโธ嘅 Spirit of the Coin 啦，咪咁款嘅 game 嘅嘛。แล้ว伊朋友咧就聽講有一個 game 咧，
四个人入去一个房间内面，特别真呀暗的。了一人徛一个 corner， 一个。了頭一個咧，就要行，你忘掉你壁，你嘛是行，你忘掉第二個人，第二個人行咧壁，你忘第三個人，行7個 round 咧，內面房間一個人會 wish 咧就會 come true，所以人袂大去 bungalow stay 嘛，袂去 try 咯。OK， 所以人入去咧房間刷咧 furniture 個了，就一人徛一角，暗看袂到，你看袂到，我看袂到，你所以我白行，頭一間行去第二間，當伊。第二間行嘅第三間檔，第三間嘅第四檔，第四你行嘅第一嘛是無人嘅咯對。如果你第一行喺邊，你行三道咧時啊，唔敢佚佗甲了走，因為迄個第四間行去第一間嘅時，佫有人去擋，驚一個人出來。maybe 是朋友走去。無，伊人啲剛才人了4個人佇內面，你行，你嘛剩喺一空一個嘛，所以行個咱做佢當嘅行3樓，伊人個會 feel 到講，真係唔對咯，佢甲了走，加一個人出來。有人無夠去看到底是人甲是厝宅嘅。無，這是你朋友成整蠱佬。無人，伊人敢若伊人4個人佇家咧bungalow爾。朋友毋知整蠱佬誒，成講一個人嚇整蠱一個人咯，你係自己即伊個山位啦，唔知啦，我是。講下有可能啦，特別佢哋哦，頭是冇想掉下，棒鼓嗰時候，誒，人哋第四有人，人哋特為本有人嘅啦，是講，你OK，個學即300站咧，300站咧個有幾個數？300站咧到底你聽到到底即外國嘅都。感覺到你是唔是頭一擺感覺到人講幾物件？你有成個朋友還是就一擺聽佢講幾物件到啲邊嘅事哦？啲邊頂有加鹽，加鹽係咪？邊頂加鹽哦，特別嚟講香港嘅時候，伊樣這邊水㗎，你未想到有鬼啊是係咪哦？是我是感覺到我是啊，咱尤其是咧鄧人鬼啊，鄧人鬼成個冇有氣氛嘅。阿莫鬼特別無阿莫鬼冇誒，阿莫鬼嘅理本能是嚇你啫。你對迄個走卡看啦，暗嘅時候，你係一隻行嚇，啦點一個啦就到頭前位啊，食蘋果看見啦，未看到你紅，阿免看到你，唔係嘅咯，看到鬼邊度啦，唔知。唔知喎，就你。我牛。係咩嘢？即係看到成個 Casper 咁嗰年啊。哦 ，Casper cute 哦。因為唔知喎，因為法國伊人這邊嘅厝，甲了是老厝200幾歲、300幾歲，真正老嘅。報價都有嘅，特別有嘅。嚇，是講唔知伊人，我有時問伊人講，你人安怎看講這間厝清氣，還是垃圾，還是蝦米？有冇臭呀？伊人講無誒哦，無蝦米管嘅，愛搬接厝就搬了誒，你樣你個咧，你厝個咧，你老啊，無差不多搬去到一間冇有嘅啦，你去問有咩貴？嚇，應該是啊了，無蝦米，伊人本無蝦米管嘅了。唔知啊，有可能伊人嘅鬼本上水啊，是蝦米誒？上水啊！上水無恐怖嘅，看到水嘅鬼。有本嚟啊，看啦。我其實啊，看到鬼是較歹、較坎坷，看到我感覺到，我是較驚呢。對我來講，我較吉利嘅詞語係咩啊？詞語是成個淡啊，即係普及旁白講嘅。你成個你看到嘅是你成個你通過一個人，然後你就。So 你變做成個較吉利嘅人，可能唔知。你成，因為你人成平時你捌伊啊，尤其是嚇，你好像變做成個無像隻人顯，嚇你根本真吉利去了。是啦，個變聲是咩？你可能係吉利。係咯，變聲是個吉利咯。對啊，你講到變聲，佢開始查某誒個，我呢。變大波聲去啊！你個驚安怎變？伊是伊家己聲做就錯個是，伊聲上有無像像別人講嘅聲。有影無像成個大波聲別人嘅聲去。哦。所以你會 feel 到，
我毛管長喎，是一個搞講一句話，不過咪走啊。係啊，成日講人普吉邦吧，係先。嚟講你故意講普吉邦吧，都未掉齊驚，你真好笑。但是我每跟住都係要我嘅學路啊，都碰牌啊嘛。免驚，佢拖字。唔係啊，我真係唔係夠官啊，有女部邊開人啫。日本驚咧，你有幾個事講？我是要問啦，因為我頭晚聽人講想到一個物件，聽我表妹講啦。你想咱去格蘭丹的迄個海位啊，咱行裝毋知捌過無過啦，咱有注意到講，毋知倒做位是啦，有路牌寫紅英骨，即個路牌。你安得很多。啊，就是名是假，迄個是正是假啊。不，牌我是唔知啊，牌有人講去格蘭丹嗰條海位哦，真係點點發生事，我點點有人翕到 video 啊。有垃圾物件啲啊！咩物件我唔知喎，你講我先。所以就是講，咱上火車時，伊有調一個牌講，是你紅英骨，伊無寫講就direct你啦，伊意思是講，即邊有鬼，是你也得限對，但係無限寫，伊講紅英骨，咁樣咯，而家我每我人講，人有知這事哦。我唔知喎。係啊。我冇聽過。紅英骨意思是講暗號講，伊是你得限對下，就是講。是你也得限對啊。哦。我聽表妹嘅，伊朋友份啦，佢啊講嘅。就係人聽仲捌過格蘭丹啊，去格蘭丹有捌拄過，而是假咧嘛。就係人講個comment嚟寫，可能是講人冇經驗過。我講個新嘅啊，冚起你拉很屌聲聲。看我很屌，现在看没声啊？看不好，你是几句？来，先听先呢，几句来。係啊，哈，你是几句？有啲。誒，唔是兩個精靈嘅，嗰隻係隻狗是幾句？問講嘅名？哦，隻狗唔知啊。隻狗是幾句？你聽得完我？講我下。聽到。哈，你是幾句？你名咩？啊 ，Kelvin。我即係你化名咪做咩 ？Kelvin 咯。OK， 你再普吉胖牌名，普吉胖牌名，你是你來是報名，我好你小聲，我好你真實，你是先朝下頭一擺來呢嚇？嚇 Kelvin？所以我 line break 我 call back。係咪嘅？我 line breaking off 我 call 咯。嚇 OK。個 line break up， OK， 可以機會笑啫。然後個有即個他是叫咩名嚇？來話名，是叫咩名？但我都唔講話先。吉他朋友啊。有大家好。吉他朋友佢在歡迎到底嚟幾個數？你即係白講你家己有幾經驗啊？講下。幾個數？我本身呢是常常有聽到，但係我看唔捌看過。哦，講話你聽嚇？聽的是 OK， 聽過的是很actually OK， 我的 mother 古早伊嘅colleague 嗰樣 factory colleague 所。then 伊樣是from 另外一半去一間 semi， 然後講一半幫一半阿毛會出來。大我bright 一個位 ，OK，somewhere around there 啊 ，OK，then 迄間厝先搬入去時咧吼，是無啥物嘅，but 差唔多一個月過啊嚇，將接掉來咯。我問到朋友伊是包個丟球包個生個 baby 咧，喂有一暝時暗暝時。阿妹時吼，伊就半暝紅磡，伊就聽到伊 baby 笑，伊 baby 笑，伊就起來看，看你 baby 吼，攬條枕頭徛條安咯，然後特別笑，成個人剃頭安咯，
但我 at first 是伊嘛就真正欢喜咯，我問啲朋友就真歡喜咯，我講哇，安尼咩會曉徛啦喎，特別紅險者個想想者，無碌甲3個月爾係 baby， 伊會曉家己徛起來，攬到枕頭笑，就感覺到無對路啊，無可能嘛3個月會曉徛起來啊喎，攬到隻枕頭 ，then 伊看到迄 baby 伊是甲迄個空氣啦，迄個 air 啦吼，對住個 air 就當邊笑。真歡喜，喊咯，佚佗手佇@咯，等就無咩對路啊，咁樣開開咯，一直開開那 baby 就坐啊，坐落來冰床邊。哦，成個人抱煙喊入鹽掉煙喊。still 下時感覺到有人抱了以後，佢佚佗喊咯，then 伊是徛掉啦，咱就喺枕頭徛掉，佚佗喊咯，then 這是頭前事我本無講真奇怪啦。then 個Ja. Still here. 咩事？嗱，我講韓語。我 translate is Skype。你見到咧是嗬，蹦蹦，伊就行出來哦，行出來嗬，伊就，哎呦，嚇對起，對起，不對。不對，講到緊張嘅是對啦。點解會？係啊。嚇了。但係佢哋可能就坐條幫咩潮流人咯，是白嘅人咯 ，of course， 伊坐到一邊，伊就乜都唔敢行過，看到去多咧，然後佢就看到條人流人喺度，伊唔敢行過咯。就到邊講咯，講了人除了個開開喺度人就無地氣啊就，所以伊就感覺到無咩對路咯。Of course，像 feel 到講應該是垃圾嘅物件咯。So，伊就即 standard 啦 SOP， 伊就走去問人講哦。SOP 係咩 ？SOP 係咩？這是個隻 SOP 我聽過咗隻啊。SOP 係咩意思 ？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。呢個係講過 SOP 嘅先。對頭前事就是去問人講啊嘛。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。所以就當然問人講咯，人講，伊講這是無咩嚴重嘅，伊講就可以調虎咯。伊講你去打嚟交易咯，就無輸了嘅。OK 咯，人就照打咯。我再打了嗬，第二咩故事看到喎，就一直結別調交易。哇！所以伊本是未走，伊是俾伊換去結別交易。等陣我問你，這是喺厝內邊啊？厝內邊咧？唔是 office 啊，唔是做工位，是厝嘅。唔是嚇，喺厝嘅位。所以我問咗朋友就抄我出咗200講，做咩事啊？嗬，打掉想買借啊，買走去結別借。你講嚇，香港交易買打戶嘅講，都冇辦咯。所以這裡事發生啊，一般哎呀耍啦，因為先是一般冇夾交易嘛。OK， 一般冇夾交易就耍啦。因為佢哋是打波雜喎。巴啦係蠻亂啲啊。佢哋是打波雜喎。流浪啊，特別。佢哋是打波流浪咧。OK。特別冇夾交易是借掉咧，打啱咪借掉邊啊。要嗰啲咯。就冇後面咯，等因就嗰隻接來就嗰隻發生怪怪事，就是講，因擺咧關於媽嘅 statue 啊。伊 statue 係生假出來嘅。呀媽！因為生假出來，因為講哎呦，真係愈來愈無咩對咯，真係事發事發生咯。但真係是有假，伊假個 grow 嘅就因個翕相出來，真係有假嘅 statue。但因就嗰隻想咯，嗰隻去陪人講咯，就記得陪人講。actually 人擺掉嘅嗬，係你是 something else 咯，唔是關於媽咯，但 something else 已經 occupied 住佢嘅 statue 入邊咯。伊講啊。伊講一番啦，伊講我攞第請走去啊，即物件袂使擺啊就。OK 咯，樣就相信咯，樣相信咯，愛經濟自己請出去咯，即物件愛另外安過嘛。喂，樣袂請出去啊吼 ，on that day 啦，咩事咯吼 ，then 是叫我問啲朋友一個報名咯，伊就行出來咯，伊就行本時係去到日本咯，伊就行出來，伊發現到係物件，你在古早吼人嘅信徒啊。OK，古早可能樣嗬地面是安全嘛 ，center 嘛有一個space 有玻璃會塞嘅咯 ，sliding 嘅咯。古早 design 嗬，有大部分個擺一個安公那度那邊嘅嘛。
成個隻杜很難。啊，隻 souvenir 安講啦，咪個啦嘛。伊些攞啲玻璃，攞啲玻璃可以看咪講係咪有？so 一出來時啊 ，actually 看到沒有？一看到吼，伊擺迄個 souvenir 個了啊，個了走出來頭殼會搖嘅啫。伊就是看到哇，我問朋友就是唔捌看過佢嘅掉車鏡度，哈個顯奇喂，喂啊，算是冰山啊，你講？到時到頭殼位 ，then 伊 husband 伊 uncle 就出來嚇，咩樹，then 嗬出來時嗬，先時嗰時候慢慢補咗，迄個物個了真係是大頭殼，特別伊冇搖了 stop 去啊，個了大頭殼了。then 嗰人講哇，未好勢，間厝真係濟問題咗。樣的先是水嘛，唔是俾買間厝，但樣的每樣講，伊講事實咧吼，然後看到出嚟個了，伊是講是有迄個物件咯，間厝入邊，無啥 combination means 伊唔是一個爾，唔是一隻爾，是有幾個咯。但伊講伊是無甲招路人啦，是講伊樣是家己 occupy 到算真久了，是講伊樣無差招路人啦，但講 if 講真係 feel 到。驚嚟講哦，攏會使 try 搬走唔係大咯。所以無法你未請走咩？已經到底係咪大隻久啊？隻久了，迄邊伊古早是種成人迄個無 well organized 迄個甘崩出來。所以樣無辦法咯，就 OK，樣就搬走咯，經直接就搬走去啊咯。因為迄間厝我知講，無論是拆去啊啦，無論樣是拆去啥是，唔知個起過厝啥物啦，迄唔知就是無拆大隻起啦，我唔知啦你。特別伊，你唔使貼起啊！伊個 still 到底係一地個，伊上個走定上嚟。因為我 father 定我 recently 呢，我 father 講，伊講一個朋友，大北海位講，伊間厝伊買，伊再講迄間厝是垃圾嘅。OK，但伊辦伊就伊挑啲買咯。買啊，有人講伊講，你貼個了嘅厝是唔是？貴起貴。拍住頭啦，嗬，係拍住頭certain period 啦，then 如果 keep 佢就 OK 啊就。then 伊真係買啊條真係可以expose under 迄個sunlight 咯。條好嘅，真個貴。所以成日講學伊個日頭拍住佢哋頭殼咧，是伊個引氣就學你日頭拍走嘅。我講下。掉落去保險咯，但伊是貼了300筆本貼是，會使講是俾迄個爛了就睇了。then after that key hole 真係水哦，本是有。喲，安怎伊是安怎伊有先咋？伊無講只 details 啊，伊本是有，所以無辦法咯。迄間厝吼，保留吼，伊本是單條愛賣咯。喲，你去每看啦，無你夾你 video 去翕看，你厝係咩物件？或者每禮拜朋友看下咩物件？我再講保留樣本是真超少，樣本是擺樣個厝啊，間厝 even 樣無大無 occupy 啊，本是放得部 A 啊，放喺度啊，做個成有人大啊，等人買。I see。這是對，我就所以我 feel 到講 even 都嗬，樣是 occupy 真久啊，嗬，你 even 都都去聽，都去好啦，無包括請伊走啊，伊本是永遠大病。記你，OK， 然後每到對一個怎麼就講即八卦。你講咩事嚇？係這是我朋友有影到一邊，一起卡拉 OK，家己卡拉 OK 嚇，一起卡拉 OK 加一堆嘅朋友。after that 伊人出來要行路嘅時，咪是看伊人嘅表，我話安怎安尼濟人安尼濟路嘅，你看伊算伊10個人算伊唔知7個人嘅路，你講你看我人6個人爾，即你算我人7個人嘅路啦，直直解迄個人亂講，伊直講你人房間內邊有7個人，你 OK 咯，特別叫迄個 video 迄個 camera 來看咯，算伊人外口是徛了6個人。特別啲房間內邊唱歌嘅時咧，就看到邊啊有一個加一個人出來，是伊個影，伊個有一個人加出來咯。你朋友家己本看到啦，這。大去迄個 video 內邊問伊人 playback 嘅時，看到加一個人咯。
特別人有影是哪裡人呢？所以早個別有驚個半死，無通拿 IQ。特別這是到啲 Australia 是到啲邊個嘅事？嚇，到去 Australia。哦，卡了，真係卡拉 OK 有貴嚇，邊個我是冇聽過。你好像古邦捌聽過，我冇邊個嘅。嚇，我冇聽過人卡拉 OK 時人講卡拉 OK 咯，看你幾時人？蔡依林嘅歌哦。冇講我蔡依林真係好笑呢，講啊。OK， 阿姑。紅燒卡拉 OK 咧，咪是多個呢開嘛？แล้ว講啊，這是啥是4個年整嘅事。แล้ว我กับ位 classmate 人ก็แล้วมา去訂咯，แล้ว上個10個人去，所以我跟內雜波去那邊上個 book in 先講 OK 我人搞แล้ว準備กันแล้ว先，แล้ว人去唱。伊人攞只就曉，伊人講聽講啊，唱這個蔡依林嘅歌。蔡依林死啊未？蔡依林係咩嚟？就嚟。係咪？蔡依林未死過啦。係九零蔡依林啊。你未死過啦？唔是死去咧？台灣嘅。哦 ，OK。冇啊。意思 OK。少年歌。OK。阿未鬧去。我想一想，你搭妹人可能死去啊？冇嚇了。แล้ว伊唔知唱一個歌，我未記伊名，上個是蝦米說愛你啊，是蝦米？特別伊 chorus 有一 part 是伊唱你沒發現我躲在角落，幾撩下咧！等，你講你未曉等人是講你係咩？你沒發現嘛？你冇發覺我啊！你冇發覺我就頭尾就啲你講啦嚇，頭尾就啲你講。แล้ว伊人唱無事發生，特別人唱第二個歌時咧，是別個歌啦。伊人發現到誒，後尾有物件堵伊人，你知無？伊人個坐我邊啊呢，我無 feel 到，伊人若叫查某 feel 到，伊講有物件成個到舊衣內邊堵了。成個擼滑車嘅時啊，然後後尾嘅人會卡，也卡上凳啊，成個嚟卡條路嘅，堵滴滴喺邊堵，啊！伊人攞只超過一半，攞只白白醬嗰陣哦，我嘅朋友，然後嚇死咯，醬我講下面數，伊講原來是醬，有物件好食。然後小魚我講我買啊，咁樣出去，然後人走出去食，然後咁樣。call 我朋友咁樣講，人咁樣嚟，冇咯，又嗰來。就是一定靠ที่I want some voice massage chair。唔會煩 massage chair 掉。你問唱蔡依林嘅事嘅怪 ，massage chair 就燉on 呢。邊個時間係燉on 呢？แล้วก็即係吉他朋友幾？我估一個故事吼，我先咪講架，而且架古早路嘅一個故事真係像嘅，就聽眾講嘅故事真係像本嘅，but 應該是種無相 version 咯。我先咪講是住講嘅啦，我講出嚟先論 ，then 你聽看咯，再講係咩故事咯。OK， 古早是 OK， 古早OK， 大 SB 嘛，Sungai Petani 嘛講無講只係 entertainment 嘅嘛。對。對。所以古早就只興咯，啊個是90幾年是，讓嗰隻 SB 嘅咧後生囝個了就只屬個講哦，人去 rock world 嘛，究竟唔是一定要 rock world 究竟啊？所以人只興講去 rock world 嘛。rock world 係咩？去 disco。哦 disco 嚇 disco 嚇。rock world 是 disco 嚟。OK。古早邊咧古早冇。嚟 cafe 嘛，disco 是古早真興嘅，所以樣的過去邊咧咯，從 SB 換車，樣車邊4條人，樣就換車去 rock world 咯，但前日換隊迄時樣隊是應該是1點幾 ，OK， 1點幾咯，樣 from 邊咧過啊 bridge 樣就 jeep highway 咯 ，OK， 樣換咯，迄時車，講樣換到車時，迄時本路本無咩人啊，1點幾隻，會使講是無咩車本樣 jeep highway 啦，所以就行風險，樣就感覺到尾有頂車直直拍關火咗，所以迄時4條人，1條人咧，好是無啉酒嘅換車橋，3條咧有啉酒，所以樣就
等伊看做咩事啊，就出臭，哇，干呢吼，妈只快做咩事，一顶车点拍关去是毋是爱来甲阮拉只过？OK 咯，样就放慢咯，就等迄顶车过来咯。喂，红险吼，迄顶车就放只咩过来咗？回来哦，迄时还要样行800嘛，迄顶车应该是差不多8G哦。一来到样诶位时，就放锁本迄顶车。喂，人就变过他咯，一边抄我咯，一边对只车抄我咯。我就样甲他变过去诶时，先是，样看到一顶抓车。但伊抓车内边，真诶本是一个抓按讲呐打包诶。哦，而家日本佬伊讲诶咧。对。打包咧，无，一直看到啦吼，我甲你讲下是事咯。highway 嘛 one way 嘛，yang tapat balik tu hito. yang kia ka junior 就是头 U 灯哦，等车本受刮过伊，yang是头 U 灯啊，是头花对倒位就掉车惊门，做咩事咯？有些 one way 咯，弯对来。Of course yang 讲啦，无人相信咯。咱无办咯，yang 就平等咯，倒位等个早起咯。隔嚟换车队咯。哎呦！等佢那一死橋嘅啦，應該是下坡單啦。嗰時看病好正禮拜啊。哦。撈西佢那橋嘅撈西。啊！好笑。好西是無車咯，有時頭先啊，好要不得不咧，哇！哎呦！迄時是迄個 highway 數，迄到對過 down 啦。但係時我就聽咗啲日本佬伊講嘅故事時，我就想講哇。原來是有相款的 similar 的故事嘅，是真嘅發生嘅事啊。我不問一個咧日本鏡咯，日本鏡。OK。日本鏡你叫我迄個 video。我看啦，然後有時間是看安尼咯。我愛看我驚哦，伊是係咪20咧日本嘅幾個 video 啊？你是人無特地翕到鬼，還是鬼嘅故事？無特地翕到嘅，日本人來講咧無特地翕到，叫人行去互人看。伊每一年要做手安尼。我去看。那10年到，我覺得攞3年呢。伊是50年啦，但係伊成經第2年10年安尼。我把只放咯，你mini 你捌看過 mini market 咧？得啫，即我無伊拎唔到是咩？拎無話，拎是我看到拎是去成個 mini market 咧。就見啦，咪亂講啲講我都吹咯。你你無幾個事咩？日本？我是特晚會梅嘅紅煙骨嘅事。哦，紅煙骨。唔關我，唔要緊。OK 嚇，你 OK。แล้วก็จะตั้งแต่พองผ่า嚟講古對我學到嘅物件本咯。對。有一個故事啊，伊是他的小公叫咩啊？等陣這個日本鏡你瞄你買啊？這個說你啊，我隨便下。OK 來講。OK，有一個故事是有一個小公，不是講故事咯，就是我係先你講有一小公嘛，對無？樣嘛阿妹個等了，好像兩個人個等咯，所以第2樓嘅位困。這是中國啊？咁做咩人？啊？中國嚟。第個咁呢困緊呢，想住去幫我卡，你話踢你，我聽到，喂，無對皮做咩有？啤叫一聲，我有等無可能有啤叫一聲。你講我有等無可能有啤嘛？對無？伊開目睭去看，伊個人講了去啊！伊看到咩就？你講伊看到？看到骨頭白面。伊看到白面咯。哦。就 second day 一頭resign，一頭咪做啊。哦，你骨頭白面啊，你看到白面，你無看到骨頭。白面，骨頭白面是係咩物啊？你人講。係你拖骨呢？
哦，拖婚呢？佢頭邊是人你成日看到是坐路去死嘅啦。時間係舊嘅事啊。哦。是人不是講時間係舊嘅事，看到佢走去媽看到。哦呀，你媽看到講下？我細漢嘅時我困覺為媽咯，แล้ว伊是看病快食啦了嘛，แล้ว伊紅險伊有一暝伊紅險噴起來啊，แล้ว佇窗啊佇江伊嘅古早嘅朋友個了是去咧呀。貴時แล้ว after that 伊講佢臭邊邊來了我了，後面แล้ว我就是真細漢嘛，後尾開門跳去佢講我係嘛，你爸咪啊唔知婆婆啊咪做啊，我後尾落來看開會個了喎。喲，我怎麼當聽到咩聲啊？冇聽到，運氣關。運氣關即係冇聽到，即係咩聲冇聽到？我這是咪做咩事啊？要幾呢個啫？這是杜叫嘅。杜。哎呀，骨頭咩邊 ？OK， 你但係我講我個是唔記得講，咁嘛在學堂嗰中學好似講 camping 嘅唔是啊？那學生下面下你白樹間好似講啲學堂 camping 嘅嘛對喎。咁我係學堂哦，有一個伊人 scout 啦，好似講就是哦，冚開架了啦，但係 station 人點白啦，這嗰種。呀，幾所以人點白啦，即once人搞開 station 有人過嘅嘛，對冇？所以once搞 station 你就好隻 mission 嚟做咯，所以 complete mission 啦，你計go to next station 嘛，對冇？所以once 我都就個人講，你人哦阿妹啊，唔係伊樣個物件，白啦，即人個點掉，無好誒，了伊人個無擺心啫。然後所以下一咩事，紅險咩伊個一半就看。伊人嘅阿里講起來嗰種，係咪阿里？啲人嘛就講，伊人嘅會員啊。阿里 ，OK。阿里。我想起來名叫阿里。秘書。hello， 聽到？了。伊人嘛就講秘書 ，OK， 去看伊啫。了，因為你係秘書，你人嘛個蝦我啦，我仔個蝦我嚟講，了後間點咪出現這條呢啊個喲。這條，人感覺無對片哦。去開會做，一看到係人這條哦，伊把就是砍掉嘅，手嚴甲好緊哦。了，你一把就算是砍掉啊，特別你感覺到一看到係垃圾嘅做。嗰啲紅險冇垃圾蝕掉去啊。了，加隻可能就請去啊，所以 after 係一擺哦，伊人。加佢冚開一點白啦，這樣嘅。你啲還是？還是我有啲，我家己本驚。你家己本驚啊？我家己本驚，半暝人冚啊，可以冚架了點寸白啦，這喎。แล้ว我人會開 ，sorry。我見話你家己看咧，伊頭晚一個日本囝行我嘅 video， 你 music 出來，我是重病。我反正我放棄，這 show 出嚟時我放下人聽，這鬼個數嚇，你講我人就好歹嘅。個人是對頭嚟嘛，我人scout是對頭，伊人冚開就開開，伊人冚開，我人就開開。我叫嗰人講，大媽，我冚開啊，開家己倒個堆哦。我冇開開。你有時人好似家己8月份嘅會留啲嘅嘛，所以8月份就掉隻 telephone number 嘅啫，所以人就。別個telephone number 起來，等人半暝 duty 嘅時候，下過去，人聽 green 走。你是蝦人啦，亂掉地創地。係人啊，我你暑假100啦，這嘛我冇應該1咯。我會看你驚。おいおい、あなたは恐怖に打ち震える。至る所にお札が貼られた怪奇現象に悩む家。
カメラが捉えた驚くべき現象。そこに現れた恐怖の正体とは。すごい部屋だ。霊が出ると噂される廃墟に向かったのは。OK， 讓佢講一份件事。但是講我未記 post， 會講啊，聽到這 episode 時，如果佢呢一本嘢，我看到佢哋啊，伊成隻頭咧，伊成隻紅公仔頭啊，是看到伊入面有一人嘅面嘅咧，點打？啷影時講，成日啷就是綁你物件，啷影時間去講啦。啷講點講啦 ？OK， 我 drop 先啊 ，OK， 感謝你 share 你好玩，我咁幫佢話嚇，拜拜。喲，幾厲害，啷去看啊，或者啷去看啊？你啊，你等陣佢就是佢講，特晚講你就講冇了㗎。啊，即係300不真呢？300不真。嚇。個喎，你正正你小弟講嘅你有毛除有毛，你再自己講就住哦。我每位朋友有伊講無啥無這物件，特別我係你朋友咧，伊曾經捌看過。OK， 嚟我甲人講這個故事。OK， 所以有一暝我人嘛出去食宵夜咯，食到上個1點幾2點，因為我人白白要去翕小影。成個翕日出啊，然後真係水嘅風景嘅咧。只要人拍成麥你買嗰隻電燈，劇啊，個有當見。冇啊，聽下。然後我人就拍成麥困，然後去食宵夜咯。食到2點幾嘅時，食了人路程短了嘅時，一口咧就問講，人愛去看鬼哦。然後我講落埋小安尼物件，我人有5個人佇車位。然後講落埋小啊安尼物件，我真正驚誒。然後到後尾，伊人就講人就 realize 到，人發現到佇車誒位誒，人5個人，我是未看到，我未 feel 到，特別有兩個人，伊人會看到。然後有一口會 feel 到，然後個一個是有時會有時袂啊一種嘅，然後伊來 psychic power 真正好笑嘅，個了，所以有一口真正嚴重嘅咧，伊就講賣啦，賣伊還是賣去下面，因為伊會看到，然後講本唔是真正好，到後尾唔知安怎，人5口就。我就講啊，陣個就 persuade 掉啊，學緊話就講波羅索所以人講 OK 哦，然後伊人帶人去人小學，我人下古白白讀冊白白小學嘅係你後背咯，伊講下邊有嘅，然後講有咩？下古人讀下邊人大都行過，無 feel 到無蝦米喎，真正水嘅下邊有樹欉啊，然後有時會開花，真正水嘅。你講對，特別你看到拿刀光哦。你講下有，你講你知蝦米事？有一個拿刀光佇咱學堂後尾哦。然後我講唔知，然後伊就甲我講因為咱學堂下久誒嚇是蝦米，然後蝦米，上個一個 hospital， 安尼然後有上個買迄個死人誒 berry 迄個死人個了佇塗骹แล้ว過後伊講這是中毒哦 ，sorry， 這是中毒哦，唔是，你講還沒有等，還沒毒，學毒小學，哦，有學毒小學啊，我特擺地去嗰邊，我8架邊嘅頂到，後尾咯，下邊，然後伊講當今誒吼，因為伊毋知講偌久之前啦，有毋知最尾做一個 project，然後學嘅圖啊是蝦米，但了插亂掉。然後佢後伊講，因為安尼伊該帶人去看鬼，300咯你看，然後伊就講 OK 哦，然後人去哦，然後人有換車，2點幾半咪3點去遐邊。伊個路燈甲了冚伊喎，無開火，路燈甲了無火了，
伊人干那车火呢，แล้วก็點點啊無人。แล้ว講人開 highlight 我開驚，แล้ว開 highlight 哦，แล้ว搞加下你按照講啊後尾路，你知下你學堂嘅後尾路是安怎樣？嘛是講你阿咩 CRC 啊，邊個接下？嚇，แล้ว佢後行加 Westland 嘅下你別人後尾是有一個 T junction 嘅嘛？你往正手邊是按照講啊，佢在行落去 Westland，แล้ว上加有一個 exit 啊，啥物？特別你用倒手邊，你 left hand side 位就是4路嘅嘛。對，嚇！伊人彎倒手邊嗰陣，直頭彎，我係你朋友換車嘅咧，直頭落 brake， 真正大力嘅 brake， 直頭 brake， แล้ว佢後。我講係咪數攞橋嘅降去頭前，伊人看到，แล้ว我看無，แล้ว我邊仔就 feel 到，แล้ว我看無，我本無 feel 到，我講係咪數，แล้ว佢後伊人攞橋坐喺頭前嘅咧，就降去，แล้ว我第下邊直直講係咪數，แล้ว我嘅 friend 咧，坐我邊仔就講就叫伊人成個拍伊人嘅成句講，喂，有時閃嘅咧，架車架。定起啦呐，定起嚇，แล้วก็伊人靜線起แล้ว因為我 friend 排啦，แล้ว靜線起，แล้ว伊人講哦，咁樣換 reverse，แล้ว佢後伊人講會換去下你閃係咪啊？閃盤位แล้ว拜是係咪2點幾早起？แล้ว佢後會下邊แล้ว拜即啲外口呢拜แล้ว成個。講哦 ，sorry 啊，是係咪？然後對我厝，然後對到我厝嘅時，佢在點遐拜觀音媽，拜地主公拜㗎了。特別我未你樣講你講佢哋係咪唔驚？有，然後佢我講，路人會使甲我講係咪數哦。然後頭前嘅喏，叫我坐啲車頭前喏，叫就甲我講伊人看到，然後是唔知是白色還是青色嘅，總之唔是紅色就對了。哦，啥你講？伊人看到嘅，แล้ว我講，แล้ว干那安尼爾，แล้ว伊人講嚇，แล้ว伊人講，伊人一看到嘅時咧，伊人嘅目睭，上加伊人嘅心，就上加互下你鬼裂掉咧。哦，上加勁，上定去，然後上嚇，查某，แล้ว伊人袂動，แล้ว講嗱，路人係愛看呢物件啦，看到見了咯。係你4樓下邊是唔是講4樓就是一頭去你協督誒等嘅一個細細嚟 get 嘅，是唔是？細細嚟 get，然後係你 get 是上加何上加 fire 嘅時，人學等 evacuate 嘅時用嘅。哦，係。แล้ว看到แล้ว我本地是講我啦，當面對有換車啊嘛，所以是大漢人啊。嚇，啥舊年啊？哦，就是下一間啊，你是講下一間講你除毛，你小弟講除毛下一間啊。嚇，我係小弟講嘅下一間咧，就是伊招人去看鬼嘅咯。哦，伊是下一間換車頭前嘅是咪？是一叫人嘅朋友換車，你看即下個。你意思就係意思這裏邊，哦，意思就啲意思就整本啦，伊個叫換掉本啦。伊未看到，特別伊會 feel 到。哦，所以伊這個你到啲後尾位啦，一頭整落人換，哦，而呢個諗埋4字就幫人看到是 accident 啊，就係。對咯，少嘅啊，伊人，然後佢又問題是伊人愛安尼刺激，我未，因為我 feel 無到，然後我個看未到，我未開人白白刺激。哦，是。我當目睭開咁大，但冇一邊佢去邊，一是後尾看伊到啲後尾去啦。明明是到啲你後尾，即係你阿莫官你企下了咧。yeah 嘅理哦。แล้วว่าเกิดเลยสิโอเคว่าขอจะ warning 先啊阿莫丹啊講你聽到話你冚咪聽哦好了阿莫
莫單咪聽，阿莫單嘅琴棋啊，唔是啦，唔行嘅啦，特別你盲聽 ，OK 啊，OK 琴棋啊，啲房間啊，OK，唔係你衰嚇 ，OK，等陣時講一琴啊 ，OK，你知我甲阿莫單大白白一個房間嘅嘛，แล้ว我等我放 music 就先，我放 music แล้ว double decker 我困地面，阿莫單困下底咯，แล้ว有一日嘅時，我就長翼出來，下晡4點幾5點幾落雨，แล้วก็開air con 零零陰แล้ว長翼出來就真閃，แล้ว切換衫切了，之後我就困啲阿莫丹嘅邊層嘅位。伊是下底還是頂面咧？伊是下底，我是頂面，因為我搬大白起嘛。แล้ว我就困啲阿莫丹嘅邊層哦。แล้ว佢後困了請都晒哦。我請嘅時我目睭開，我身軀被叮當。แล้ว佢後我直直搖，我嘅身軀被叮當。แล้ว佢後我講 shit 唔係嘛？แล้ว念經哦。念經喺你南無塔薩係咪念？แล้ว佢後看目睭一下，我看目睭念啊，แล้ว念了紅響過人會搖去啊。แล้ว我看咩徛起來時，我個身軀有真正熱嘅。會下嚟出來，แล้ว我流汗一下。啲阿莫丹啊，跟你罵錯了啊！我話講，哎呀，阿莫丹唔敢困你房間啊，特登買對去教你罵你爸困嘅事啊！懂啊你？哇！阿真落地嘅，你唔是冇地咩？Because 當今我在 Skype 嘛，好 ，if 我 hang up 嘛，邊唔是講 join call with video，我訂個 arrow 落嚟，我訂 join call。你聽到咩？你聽到？我叫你盲聽，你聽到？你看沒有？我 hang up 我聽係咪流過都知啊啦。所以你冇聽到告訴啦。冇啊，我都冇聽。OK，你把這節咪是你唔通聽哈？做咩？唔聽就對啦。哎呦！你咪聽就對啊！你咪聽就對啊！佢後咧，我梗係暑假這裡呢，因為上個節 investigation 呢，แล้ว幾個月我表姐來，我係表姐來，然後一撮伊就來我房間哦，然後就講話，然後紅響我表姐講，阿莫單個第個，安得你講，阿莫單個第個。係啊 ，OK， 我 hang up 啦，等陣再講啊。你盲唔是你盲聽，我叫你驚唔到，盲聽 ，OK，我 hang up。係你講。你聽個驚。然後我係表姐就來哦，然後因為嚟接我房間，然後佢然後講話搞笑，成晚咧紅響咧講起怪談嘅物件。講起咩？怪談。哦，怪談係你。然後佢我係表姐就問我。你未感覺到你房間陰陰嘅咩？喲！你講冇啊！我死唔係計講嘅時候，我講冇啊！講小玲嘅嘛，因為我講特特佢16歲。你講講小玲嘅嘛，แล้ว個落雨成咩嘛？陰咯。你講哦，特別啊，冇好你知哦，你房間係一個時間啊，แล้ว未驚。因為我房間有一個時鐘，歹嘢，แล้ว歹嘢嘅，แล้ว成個下個唔知4-5年真正久啊แล้ว伊唔知是歹還是 battery 無力，因為特換 battery 一兩禮拜佢就冇啊，停去啊，แล้ว我表姐就講，你嘅時鐘咪安尼下。真正無好，我講係咪數？伊講若講你下一個意，參加你下時鐘嘅物件啦，係你佔，按就講analog 嘅啦，你對好可以行。哦，時鐘嘅佔咪使停掉嘅。analog 嘅，唔係 digital 嘅無問題啦。有時講
等下。แล้ว是講按怎講啊？伊是講 analog 嘅，若講停掉嘅話，伊時間無驚會成垃圾嘅物件。哦，有咩？我唔知啦，這是伊嘅 theory 啦，我本無看過怪談啊時候。哦，我是講到底怪談係看到嘅嚇。嚇，伊講即個伊看到怪談了會學到嘅。哦。แล้ว佢我是講OK 咯，แล้ว佢行落嚟嘅時候咪，แล้ว落腳走去嘅時陣，嚇？時陣就偷落嚟啊杯？唔知啊，即係你妹阿冇。呀！你個衰，你嚇死冇解講。你都未曉嘅你物件。誒，你大漢咧就人防度啊！伊寫 God， 伊寫有行落嚟啊！哦，但係是聽到啦，我叫你咪聽，你個聽冇單，聽你個驚。有時我啲我嘅房間係是咪是 double decker 咯，แล้ว我困地面，แล้ว有真正坐到時候一種，我想講阿莫丹有困啲一地，特別我請伊嘅時，我係叫伊。叫無人嘅，我看無人嘅，特別我有下個 feeling 講成個有人佇下邊啲啊。maybe 下個是成個心理作用啊，是係but 我嘅 feeling 啊，แล้ว過無久舊年我飛到對去成個 holiday 係咪事？我就弟我就問我媽，我講媽咪啊，係咪事啊？我人接觸，因為我下個細漢啊，甲大漢甲我當今大上嘅一間厝，然後我問我媽，蝦米事？你人一般接來是有打紅功夫佇我嘅門頭前嘅，然後我媽甲我講，因為我下個細漢嘅時真正搞破病，然後真搞破病，蝦米，然後講。我講係咪做紅功夫嘅，唔是去看 doctor。你破病就是打紅功夫嘅啊，唔是看 doctor 嘅啊。伊講無嘛，因為你破病一兩個月好了，一個月無久個再來，個再發燒啊先。哦，即係好多鼻線波鼻呢。嚇，是波鼻啦，唔是寒鬼啦。伊講切無啦，無呢物件。要你自己笑啦，就是。真刺激有時。但係其實嗰陣都冇大病嘅，嗱下冇得見。耶穌啊！耶穌啊！哦，哇，好聽好聽哦，這真係冇單度聽到這，冇單唔通聽啊，這集啊，我叫你 stop 是你會記 stop 啊。OK，搞啊 ，OK， 讓住不講佢講係禮拜嘅，昨天嚟講好。所以，往這禮拜，哎呀，大媽，這是頭一出嘅事，大媽咧特別嘉賓未記講嚇，有嚇有 ，OK，咁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阿莫丹隻誒咯，然後叫阿莫丹叫上埋辣醬咯，我老椒是八卦咯，然後個普吉胖扒，然後個新椒教我講這。只件係古念咩？是古念啊！即係搭朋友是古念啊 ！SB，我我看你嗰隻個咯，我看你。是哦，應該是唔知啊，邊啊朋友啊，家己人只隻樣會常常聽到拄着遐物件。你會知我落試過網絡嘅時，你講過嘅時，你對嚟講啊，你好時，你會應嘅係咪？平時阿妹有應嘅。錄音嘅事，我未聽你講告訴。冇問題，OK，我啱講咗嚟。好。對。我 send 咗一個link 啊，你去看，這個是I think 呀，你去看這是你幫得包樣一個驚 mention 啊。你去看這 mention 真出名，當你幫得包嘅 I think 冇咩人知啦。這叫咩 mention？伊是99年每個 mentions 啊，伊是100幾年起嘅。哦，then quite famous 啦。I think 大迄邊人教人知，伊是大隻oil palm plantation 那邊嘅。你幫得巴是到底邊啊？邊 state 本？
before 大伊差唔多到 Perak 了。哦，係 ，OK，我去 post 到啲我係 website 嗰陣時，即接觸嘅時候去看下。然後白刀呢個對嚟講講，即係嗰隻你幾個數。感謝，所以啊，即係八年我哋講個平性啦，嗰就準備幾報告啊，冇啊。尼邦特巴我寫起成尼邦特巴，係是有咩鬼出嚟？老實講，伊是鬼出來，伊差唔多8幾年啊，伊差唔多甲熱鬧已經上嘅。哦，你去看伊 picture，應該 scary 本，特別本是有人大。啊，咪有人大啊？啊，只厝未有人大個。哦，伊係老厝啊嘛。伊是 last time British 嘅 time 啦 ，then 無人用啦 ，then 可能是 rental 數啊，用 still 大邊。個人寫阿龍，到底伊老推。OK，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下禮拜啊，希望能夠真係聽我哋新嘅話題啦嚇，報備咯，好嘅就係希望我唔通受驚啦嚇，有陣時講聽，佢哪驚就叫你朋友嚟做就聽啦。今日就再見，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